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郭偉成，洪劍基，今日咧又同基哥講講時事話。好啊，我哋上條片咧就喺幾日前啦，咁就講咗有好多棄選潮啦，即係關於立法會選舉係一個奇象啦，今屆。咁咧截至今日咧就係一個星期過去啊，就22號我哋今日咁咧就有更加多一啲嘅，即係有啲名氣嘅議員咧都話棄選咯。多咗邊幾個？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向來好敢言咧，即係嘅江玉歡。雖然之前咧一直有聲音都話佢即係冇得留低啦，佢自己都比較即係灰心啦。咁去到截至今日咧，佢自己就出咗聲明啦，就話唔會再連任啦，咁變相棄選啦。但係咧佢都話會繼續希望以唔同嘅身份咧服務市民嘅。不過呢個奇怪嘅，即係如果當佢能夠做咗議員，佢話喺呢任裏面咧就見咗好多嘅街坊，幫好多嘅街坊手啦咁又唔做議員，又唔用一個佢自己想用嘅工具，走咗出去揾其他嘅方法繼續幫街坊，呢個理由就唔係好通。而且咧，佢向來咧都喺議會咧就好敢言嘅形象啦，亦都係經常對一啲政策咧係發表一啲針對性嘅意見啦、建議啦，咁證明其實佢喺議政方面都有好濃厚嘅興趣，好積極嘅。理應咧呢種咁嘅態度、呢種咁嘅性格咧係好適合留喺議會繼續即係向政府表達意見啊，為市民發聲嘅。同埋佢只係做咗一屆啫，即係做咗一屆你又覺得咁有用。即係我咁肯定啊，即係你做議員幫街坊一定好過多個時間同埋你嘅身份地位咧係其他嘅位置嘅。咁你話做咗5屆啊，做咗20年啊，做到即係都攰啦，或者係年紀大啊，咁都話啫，啱啱係個功能係你覺得有用又做到嘢，我唔玩啦，咁奇怪。佢唔單止我哋都覺得奇怪啦，啲市民都覺得奇怪啦。咁敢言咁即係外界嚟睇咁做到嘢嘅議員，竟然自己話唔玩，呢個係奇怪啦。咁另外咧都有一個重量級人馬咧，田北辰咧，佢都係宣布唔連任啦。佢就推舉咧佢個會內咧另一位年輕啲嘅朋友咧就去取代佢嘅位，都係選直選嘅。咁其實佢喺啲報道都話咧，曾經想自己去馬嘅。佢話但係最尾因為見到其他議員可能係啲年紀大啲嘅議員啦，唔同界別嘅議員都話棄選，影響到佢。呢個我又係我認識嘅田北辰不一樣。田北辰本身係好有性格嘅，好有個性嘅，同埋咧佢覺得要做嘅嘢，要繼續努力嘅嘢咧。佢係一定係爭取到底，同埋你睇到佢有啲嘢咧，佢真係好強項噶嘛，即係啲運輸交通啊，地鐵啊，火車啊，即係而家特別係同內地好多嘅高鐵啊等等嗰啲建立關係、溝通網絡嗰啲嘅關係，佢係好熟到不得了嘅。即係你即係議會裏面揾到第二個，咁我又唔覺得佢而家個年紀，按佢平時嘅發言啊、思路咧，係完全冇問題噶喎。咁佢又話諗過自己選喎，哎呀你又話唔選，佢又話唔選，不如我都唔選啦咁。呢個邊係田北辰嚟噶？呢個係第二個奇怪現象啦。第三個啦，就係另一位重量級人馬啦，葉劉淑儀女士啦。佢其實一直以嚟咧，佢都係唔公布自己選定唔選啦，好似係好想選啦，但係又好似爭取緊咁啦。去到近日咧，佢就宣布咧，佢自己個直選位咧就交俾佢個會內咧另一位年輕嘅女士啦。但係咧佢就冇話自己唔繼續去參選，佢淨係話佢個位俾咗佢個年輕人啫。佢冇話佢唔從去其他選區啦，或者去其他界別啦去選。呢方面佢都仲有保留。可能而家仲有啲空間，佢覺得要即係唔咁快脆公布啊，即係自己選定唔選，即係另外一個角度，你從佢嗰個當日啊，即係人哋問佢啊，你點，佢話面都窿埋行開，即係平時都唔係咁噶嘛，個熱鬧即係好有禮貌噶嘛，好即係親民噶嘛，咁要大家變得咁惡咧，
咁而家到而家又唔講話自己選唔選，我覺得佢而家仲有個空間爭取選，即係繼續做嘅。不過就唔用直選嗰個方式。咁當然容唔容易爭得到或者爭取成點樣咧？呢個等佢自己講啦。係咁咧，除咗呢幾位即係有名氣啲嘅議員咧，喺今日咧宣布不連任之外咧，仲有其他人士啦，總共咧就截至今日咧就有22位宣布棄選啦。咁當中咧又有一個今屆立法會嘅第一大黨啦，入邊都有啲棄選名單㗎喎。同時佢又公布一啲參選名單喎，咁啊意味住咧有啲人咧現任嘅咧就冇得留低，發俾一啲嘅新進啲或者年輕啲嘅朋友咧去取代咗佢哋個位。係，我就咁多個咧，即係嗱，基本上即係冇得選，或者唔選，或者自己唔選，我就冇邊幾個我所謂熟啊、識啊之類之類。但係從報章嘅報導咧，其中一位咧講嘅説話咧，我就覺得好委屈，就係郭玲麗。係佢喺報章度講咧就話：問心無愧，落寞無悔，好似係我俾人哋咁樣判咗我。喂，我呢幾年做嘅嘢啊，我覺得 OK 嘅喎，冇問題嘅喎，冇後悔。呢種嘅感覺上嘅反應咧，我就覺得佢似乎係應該想再做嘅，再選嘅。不過你冇得選，咁咪公開咗，我覺得對得住自己 OK 咯。係，除咗啱啱所講嘅郭女士之外咧，其實呢個第一大黨咧，其實都仲有其餘4位咧都宣布棄選嘅，而4位呢個共通點咧都係相對年輕嘅，都係做嘅任期咧就係唔長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唔係做咗好耐嘅，唔係做咗好多屆嘅。佢哋理應咧就係積極爭取連任㗎，或者係好似阿基哥所講表現下自己，同埋係喺為民發聲嗰度，其實係有一定空間㗎嘛。但係都係棄選喎，係咩原因咧？其實我覺得因為佢係政黨嘅成員咧，咁當然選唔選，除咗你自己意願之外，都要個黨決定俾唔俾你選，或者係支唔支持你出去選啦。咁好明顯，一個可能係佢自己唔選，第二個可能係個黨覺得你唔應該再選。如果黨覺得佢唔應該再選咧，就可能黨嘅意見，亦都可能喺黨後面啲人嘅意見。咁當然我哋又唔知道後面有冇人有意見啦。但起碼個黨嘅意見咧，就傾向你5位走咧係可以嘅 ，OK 嘅。我基本上覺得同意換人嘅。咁難怪啱啱嗰位郭女士有啲咁嘅言論啦，好似心有戚戚焉咁啦。咁當然下屆立法會選舉咧，有人愁啦，就有人歡喜喎。點解咁講咧？因為邊人歡喜？呢個第一大黨咧，一次過咧就推出咗26人嘅參選名單喎。唔係26。27人。我講呢個唔要啊。OK， 推出咗呢個27人嘅參選名單喎。當中咧遍佈咧3個界別，包括直選啦、選委啦同埋功能組別。最令人有爭議性咧就係呢個第一大黨咧喺10個直選區咧都落晒自己嘅黨員，甚至咧有啲區咧落2位添。落2位嘅意思就係呢個區我要晒2個議席。係啦，即係第二個黨唔係第3個黨添啊，第2個黨冇得傾，我贏晒，我要贏晒。咁咧其實直選咧就分10個區啦，遍佈全香港啦，每個區咧就由經選民去投票產生2個議席嘅。咁除咗新界西南、九龍東同埋港島東之外咧，其餘都係呢個第一大黨咧就係落1位朋友嘅啫，落1位人士嘅啫。就係呢3個區咧，可以分析一下點解會夠膽或者係有呢個策略地落2個人咧？咁當然我哋要逐個區睇下，第一嗰個區本身嘅支持者嘅票數係咪足夠贏到2個啦？第二佢嘅對手係邊個？
咁即係如果我係足夠贏兩個，但係我對手鬼勁嘅，即係可能贏唔到噶嘛。但係我足夠贏兩個，對手鬼弱嘅，我咪立緊你兩個位啦。係咪可以逐個傾下咧？係其實3個區咧可以逐個傾嘅，但係當中咧竟然有個共通點喎。係就係新界西南、九龍東同埋港島東咧，呢3個第一大黨落2個位人士嘅區咧，個對手咧都同樣係勞工大黨咧，都有位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喺嗰度喎。即係話佢出2個人咧，基本上就係如果我2個都贏晒嘅話咧，勞工大黨個現任議員都要走啦。係啦，咁呢個看起來咧就係建制派裏邊嘅一個好激烈嘅一個選戰嚟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咧？當然可以咁講啦，因為勞工大黨同第一大黨其實喺嗰個無論組織能力啊、實力啊、錢啊，甚至佢係現任議員嚟噶嘛。係你出2個，你一定係有一個不是現任議員對佢噶嘛。係甚至有個區係2個都係新人添。係咁你2個新人對一個現任議員又得咧？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你真係要睇下嗰三個區咧，第一大黨嘅實力係點樣咧？九龍東嘅勞工大黨咧，佢總部喺嗰度噶嘛。係咁多年咧，喺嗰度做咗咁多嘅工作，九龍東一定有好大嘅實力啦。咁你第一大黨去希望有一個新人去攻佢喎，係你話贏唔贏到咧？我就覺得不容易。係咁第二喺港島東嗰度咧，其實都係第一大黨對戰勞工大黨嘅一個重量級人馬喎。但係第一大黨嗰2個咧，都係一啲新人嚟嘅喎，直情唔係立法會議員，係區議員啫喎，仲要係2位女士添。但係嗰2位女士佢加埋嗰個票有冇得爭咧？仲要係一個會出2個咧，個票係咪又會自己分薄咗咧？咁更加難去撼動對方喎。呢個又係咩策略咧？定係純粹增加曝光率去練下兵咁樣嘅咋？嗱，呢個你睇下港島東啦，因為港島東咧相對嚟講咧，我覺得嗰個都係中產背景為主啦。咁當然港島東有啲區咧，譬如話北角區啊，係咩福建幫啦，我哋叫做咪都係建制派嘅。咁當然究竟福建幫係幫勞工大黨啊，定係幫第一大黨咧？咁呢個睇下佢哋爭成點。咁但係我覺得咧，似乎咧，如果港島東一個中產嘅區，比較中產嘅區咧，即係勞工大黨啊，似乎係咪蝕底啲咧？即係都有機會撼動到佢嘅喎。特別係我係用2位姐姐同你選喎。係即係我就當然未見過2個姐姐點樣樣啦，但係起碼我用柔對剛，我用美貌對你男士，我用咧係或者係叫柔中帶方向立場，係咪會容易吸引多一啲，特別係年青人？去到最後一個第一大黨出2個人嘅區咧，就係新界西南啦。呢個有趣喎，就係勞工大黨嘅小花咧，就對戰呢個第一大黨嘅2個小花。呢2個小花都係新人嚟嘅。咁新界西南咧就3個小花互打喎。一位咧就係勞工大黨嘅小花啦，嗰位就好出名啦 ，KOL 啦，現任議員啦。係啦。而第一大黨咧就出2位小花咧，就只係區議員嚟嘅啫，變咗3位小花去競爭喎，呢啲女士們嘅鬥爭喎。呢個真係難判斷啲。嗱，當然我要有個考慮就係話，當然我呢條片咧希望即係勞工大黨都仲未公布名單啦，但係而家我估計勞工大黨嘅小花又會唔會係唔選咧？有可能佢都唔選嘅喎。咁當如果佢唔選嘅話，第一大黨嘅2位小花咪機會高好多啦。咁當然，如果勞工大黨嘅小花會出，咁呢個就好難講啦。但係都係我覺得都係5波嘅，因為勞工大黨嘅小花係太突出啦，太尖鋭啦，太火爆啦。係咁新界西南，我覺得都係一個係比較舊嘅區多啲喎。咁係咪咁接受你勞工大黨小花呢種咁即係爆式嘅
嘅候選人啊，或者議員咧。咁啦，啱啱分析完三個選區咧，係第一大黨咧就出咗兩位人士嘅區啦嚇。咁整體嚟講咧應該係呢個第一大黨咧喺直選方面咧有10個區啦。我諗至少咧都拎到10個位啩。我覺得從嗰個係直選嗰個嘅大局分析咧，我整個大局我就覺得基本上咧好多有經驗、有能力、有支持者嘅人都退選，退政出嚟咧，除咗兩大即係第一大黨勞工大黨之外咧，其他嘅黨咧基本上咧平時就冇乜點做嗰啲所謂社區工作啊、地區工作啊，或者係直選嘅工作同埋直選嘅經驗。我哋嘅了解咧，其實兩大咧響直選裏面做咗咁多年啦，即係90年代選到而家，佢對個選舉嘅工程成熟到不得了。我當資源係大家冇問題啊，即係因為其他嘅細黨咩黨都好咧，佢都有錢嘅。咁但係因為佢哋經常都會做好多嘅動員工作、組織工作活動，佢有晒成個區。曾經接觸到，甚至你一家人裏面有幾多個係選民，嗰啲選民你嗰家人裏面幾多個以前都投我票，有啲人投所謂民主派票，佢都清清楚楚數到票出嚟噶。咁所以變咗佢係好容易計算到呢個區我大概可以有幾多票。同埋佢嗰個動員能力咧，同你一個新入去嘅黨咧，你靠而家幾多日啊？有冇100日啊、200日啊？去到12月7號係咯。而家係10月中啦，10月尾啦，11月即係6個禮拜、7個禮拜到，即係7個禮拜之內，你點樣能夠一個你平時都冇乜點做社區嘅，甚至你喺區裏面好少動員工作嘅，你個黨我已經唔係好認識啦。你仲要出一個新嘅人出嚟，我就更加唔認識。咁你面對一個係咁多年喺區裏面有做工作、有做選舉、有做組織、有做活動，有好仔細嘅分析。每一個區、小區，甚至每一座樓、每一家人，佢嗰個嘅心境態度，你點同佢拗手瓜？你問我呢10個區咧，除咗兩大對壘嗰啲區我哋難評估最後邊個贏之外咧，我覺得第一大黨贏晒個，起碼贏一個。甚至當然頭先係講嗰3個區從出2個嘅，就係因為對住勞工大黨啦，咁呢個就勝負難測啦。所以你問我每區贏一個，基本係贏緊嘅。最主要就算對於頭先我哋提嗰啲一個區出，就係兩大相撞嘅。其實佢哋有經驗嘅喎，大家都記得12年係嗰個叫做咩12年嘅超級區議會選舉，第一大黨出2個，勞工大黨出1個，大家咧就公開晒㗎啦啲策略，劃好晒區。嗱，你新界，我九龍，你香港，咁大家努力去做到最後剩翻10日8日，發覺係大鑊，A、B、C A 唔係好掂喎，唔夠票喎，咁但係我哋要保 A 喎，咁咪點啊？棄選咯，棄阿 C，將阿 C 減少佢嘅功能宣傳動員然後甚至叫佢燒一啲票俾咗 A，咁最後咧就將個局勢咧A 贏咗。喂，經驗老到啦，佢哋即係話，當佢哋嗰3個撞嘅區，你哋去競爭啦，去拉票啦，拉到最後真係最後睇當然邊個話事啦，邊個大聲啲咧，影響力啲，能夠游說有決策權嘅人，我哋棄邊個補邊個，咁最後都係呢個結果咧，都係好似我覺得超級嗰次咁樣，即係最後都補得翻。個輿論同埋嗰個民調咧，一路向走下坡嗰個人，卒之哇90度扭腰翻嚟，係起死回生，係咯。咁呢個係有經驗嚟嘅呢個。係咁啱啱嘅分析咧，其實都得知咧兩大喺個直選經驗咧，我諗真係同其他細黨冇得比啦甚至如果啱啱基哥咁嘅分析咧。嗰個第一大黨落1
個嗰啲區咧，甚至係讓啲細黨添喎。你咁嘅講法，佢每區出兩個，即係出20個人都得喎。唔係，因為每區出兩個咧，佢一定要計數。即係話咁多年，特別係最近上一次選舉，非建制派嗰啲唔出去投票啊嘛。咁你大概都知道呢個區有幾多個係支持建制派嘅數目啊嘛。咁於是你支持建制派嘅數目之中咧，你攞幾多票？於是你咪計算到呢啲嘅票，如果我一開二嘅時候，我能唔能夠贏兩個位啦？如果我能夠贏兩個位時，我咪將個選區劃開咗埋 A 呢邊咧就俾阿甲嘅 ，B 呢邊係俾阿乙嘅。於是你自己努力下咁。咁當然你計個條數都唔掂嘅，咁你唔係你讓俾人啊，你根本贏唔到兩個區啊嘛。咁所以究竟而家呢啲即係除咗嗰3個區係兩大相撞之外咧，其他嗰7個區，當然如果個情況之下，佢能夠贏2個，佢都唔出2個，就好明顯就係呢個位俾你哋啦。咁啊，仲有啲咩講？好啦，咁啊，截至今日咧，其實勞工大黨咧都仲未出名單嘅。咁啊，純粹係呢個第一大黨啦，出咗一個相對完整嘅名單啦。咁我哋嘅分析咧，只可以基於即係個第一大黨已出嘅名單去分析嘅啫。咁啊，日後咧有其他更準確名單咧，就再分析啦。同埋我哋今次係集中分析嗰個直選嘅名單，分析直選呢一個嘅選舉，因為呢個咧對大家興趣會多啲嘅，因為其他啲選舉可能我都冇關係啊，佢又唔係呢個界別嗰個界別，投票有冇得投，咁嗰啲我哋今日唔講啦。係好，咁咧我哋呢條片去到呢度啦，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拜拜。